送过来恭读上帝话。今日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咱要读到第13章第2节。马可福音12章41节，耶稣坐伫圣殿，奉献柜一对面，伫看人献钱落去。真侪好野人献真侪钱，有一个善车的寡妇来，献2个铜钱啊，就是一角银。耶稣叫门徒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善者的寡妇献入去奉献柜个，比正人献的搁较多，因为因拢是献迎春的。毋过，这个寡妇虽然真善者，也不摕所有的，就是全部的生活费拢献落去。耶稣对圣殿出来时，有一个门徒对伊讲：“老师，你看，就遮尔大地，建筑物遮尔东方。”耶稣甲伊讲：“恁伫看遮个大个建筑物无？遮个拢会受拆毁，拆甲无一块石会贴伫别地顶面。以上原上帝咱所读伊的话，咱即是要请罗牧师来讲道。伊今日题目是富丽建筑中的善寡妇。咱请罗牧师。真欢喜今仔日当伫遮甲咱参加敬拜上帝。我今仔日是特别代表教会公报社来甲大家请安。咱安尼家了解，我先来问看卖，咱长老教会是当时开始伫台湾，敢有人知？若知大声讲者。咱长老教会伫台湾是当时开始，对一年开始。1805袂歹，咱的思维长老也不知1805记号条1805开始是马雅国医生来到台南，因为咱迄阵有一个观念。宣教的观念对上重要的都市，亲像蜘蛛网其他的所在散开，所以19世纪迄阵叫做一府，第2呢鹿港，第3呢艋舺，所以咱咧看因头一个来，对台湾的府城开始，确实敢若2个月无够，府城的人感觉起真无爽快，西医因无爱，毋但无爱，因阁足受气，遮个外国人来，其实头一个来马雅国医生是对厦门的高龙寺英国人的病院，高龙寺来台湾，知影台湾无人来传福音。所以就安尼啦，伊来，伊早3个土地做伙来，开始，台南人伫溪西石去破，所以才过外月，台南的诊所被关起来，因就刷去高雄的基后，有人讲做基丁基后。所以你若是有机会，你去基后，莫干咧食海产。台湾的头一间礼拜堂，就是基后的礼拜堂，对遐来开始。伊就是伫遐开诊所，基后的人真欢喜，因为安尼毋免因定去厦门、去高龙寺、去汕头迄个所在。去做生意买卖，掠鱼也好，做生意买卖，所以因捌去高龙寺英国人的病院，伫遐来看病，伫捌人医
所以第四个宣扬啊，患者就哪来哪济，台南人才发现因做唔对去。啊，咱来看伊伫其后真紧啊，就得到5个信徒。啊，咱顶好会就有一个真奇怪的，这嘛毋是奇怪的，嘛是一种教会规矩，来牧师才会使共洗礼。啊，妈妈个医生是长老袂使洗礼，所以就较紧写批，互下门英国传道会讲较紧派一个牧师来，甲这5个人洗礼。啊，就较紧派一个牧师坐船来到伫乌水沟，伊只船就沉落去，啊，个牧师嘛死去，咱就发现安尼毋对，较紧要搁派人，啊，拄伫迄个时阵，有一个对苏格兰格拉斯哥圣安尼毕业的理牧师，伊其实拄圣安尼毕业，啊，圣安尼毕业来做啥？做传道袂使做牧师，不过伊就去下门传道会报道，传道会就来讲，你毋免搁做传道啊，直接甲你封立牧师，干那为着要来较紧来台湾，甲这5个信徒洗礼，所以伊无做传道，伊去报道的，封立做牧师，啊好佳在伊拄仔娶某了，啊船平安到伫高雄的所在，伊来到高雄，伊就真欢喜。但是即个理牧师，伊毋是干那做人洗礼，伊嘛开始伫高雄之后设立传道所、传道师训练所，所以咱通知1867年。理牧师到伫台湾啊，但是开始福音的工作，伊嘛真积极投入伫传道师训练的工课。啊，然后咱嘛知影，英国有一个派伫高雄港口，伫做检疫的医生，即个医生就甲马雅各医生合作。伫高雄设立台湾头一间医生训练所，啊，真可惜，伊伫遐5冬的时间，即个医生伫遐5冬的时间就搁调转去伫英国的所在，即个医生训练所就结束。确实，理牧师的传道师训练所就继续。但呢，伊家己坐船，迄阵拢是坐船，比公路较方便，走进南部所有的岛屿。所以你若是有机会去到台东，到伫新港搁上北，差不多开车10分钟的路，你会去到一个所在，迄嘛是观光地点，叫做石湖线。石线就一支纪念碑，伫纪念理牧师派屏东李港一个长老去台东传福音，即个就是伊纪念碑设立的一个目的，伫纪念东部中会宣告100周年，是安尼来开始。然后咱即马注意即个时间，1865年福音开始伫台南或者伫高雄压落去，10年后，苏格兰来一个真重要的牧师，叫做巴克耶。但是马雅各医生去到高雄之后，真紧伫遐当偌久，台南人会感觉真歹势，就派士绅去到其后，甲伊邀请，讲拜托伊搁转来，阮过去做的毋对，拜托伊搁转来，所以就搁再对其后刷倒转来，尽数是刷倒转来，这就是台南新老病院的一个背景。头一间病院新老病院，
因为器材拢是新的，所以号名叫新楼。咱知影新楼病院安尼开始，但是同时阵10年后出现一个就是巴克的牧师来到台南，因为2年后对高雄搬倒转来了后，福音的重点就放伫台南，哪来哪坐就将福音用台南做基础。巴克的牧师来就设传道者的训练所，所以头一间新学院就安尼设立，台南新学院安尼设立。理事牧师就将伊伫其后传道师训练所，有若家己搬倒转来就变入去伫台南新学院的所在。安尼这是1875年，所以你来看10年哦，1865福音开始也落，10年后就设新学院培养传道者，然后佮经过10年。咱知这拢是欧洲的思想的方法，就是要培养传道者，毋茫有迄种传道师进前的一个训练学校。即个训练学校就是爱对中学来开始，所以宣教师就开始，经过10年后就伫台南设立中英中学，所以中英中学以前叫做长老会中学，就安尼开始。毋但设立长老会中学，同款10年后，就是1875年新学院设立了，1885年设立中英中学，搁再设立一个机构，安尼就是教会公报。教会公报10年后安尼开始，今仔日是教会公报的纪念日，所以台湾头一份报纸就是教会公报。你若去台南，莫敢食蚵仔面线，啥物食沙白鱼，安尼知影？你得去教会公报，看来遐有一台台湾头一台印刷机，这是先人稀释巴克的牧师。巴克的牧师，伊家己走去学做工，安怎排版，安怎印刷，所以苏格兰就送规套的印刷机来台湾，佮规个版拢来。伫即个进前，这宣教师有发现，要教台湾人会晓读圣经，大部分拢是无读册。若读册拢是读汉语，但是要教一般的大众读圣经，就爱读汉字，哇，迄真困难。包括因宣教师在学嘛，真困难，所以就引进罗马字的拼音入来，引进罗马字拼音，咱知影，单话是作水作水的，单话水水伫倒位？单话水是水伫单话拢总八音，因为有八音，后来到伫今仔日已经剩7音，剩7音是第2音甲第6音是重复，第2音甲第6音重复，所以剩7音。7音拄好，亲像在唱歌，哆来咪发嗦拉西，拄好。所以你知影台湾话真水吼，譬如讲门甲炮开，咱会讲开。你若闻到迄个真芳的味，会讲啥？芳。你若读中文拢读袂出来，开，香，真歹听。所以台湾话是亲像在吟诗，亲像在唱歌，是安尼背景。引进罗马字，罗马字会当真紧，你敢若捌迄几粒字宝，你会晓读，会晓写。我伫东门教会德牧会遐有一个长老是台伊也是精神科的教授，叫做林信南。林信南
是因规家伙，伊的老爸是一本佛教册当中的会修哦，咱知日本的佛教的会修是会使结婚的，所以伊的老爸转来到台湾，设立佛教学院，结果台湾的佛教讲伊个是异端哦，作受气。后来伊的老爸破病过身去。伊规个家庭去互佛教学院甲赶出去，咱伫台中有一口罩，信耶稣真虔诚。恁知影伊记得有一种杀文叫做樱桃杀文，捌听过？樱桃香皂、樱桃牙膏，即个公司的就。头家就将即个家庭甲伊接纳，毋但接纳，伊的老母就开始来学罗马字的拼音，读圣经，因规个家庭拢安尼信耶稣。然后林信男长老代代以后，伊伫遐去做军医，真趣味。伊的老母写批互伊，得写什么字？罗马字。证官读拢无，辅导官读无，得甲叫伊来问。阮做兵的时，证官拢会检查批读批所以阮女朋友若写批互我，拢作细字，拢袂写我爱你到要死，拢袂写即种。老母写批互伊，拢写罗马字，这证官读拢无，得叫林信男长老去问。你妈妈写给你的信写什么？这是什么字？因为无亲像英文，顶面阁有注音。伊讲，那是罗马字。伊讲，哇塞，你妈妈会罗马语？伊讲会啊。伊甲讲，你会读吗？伊讲当然会。叫伊读，伊一个读做台湾话，因为罗马字读出来是台湾话。这个证官讲：“哦，你那么厉害，直接就翻译。”这就是罗马。后来看到因老母写批来，拢袂检查，因为伊读无。这是一个真趣味。我问看卖会晓罗马字的，请举手者。袂歹，你在记好条，上好佫会当甲子孙读，那是非常宝贵。你读罗马字，会当读到宝话、保持宝话。这嘛是咱后来在翻译圣经，在翻译，互遮的原住民，会晓读圣经，就是用罗马字的拼音，教因安怎读，安怎认捌。咱地当通知影，教会公布的设计。介主要就是要教信徒读圣经，教信徒会晓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后来时代在演变，国民教育哪来哪普遍？其实日本时代有严格禁止教会公布发明，因为拢是用罗马字拼音。日本的政府读无作受气，后来就禁止教会公布，来用日文来发行，咱就无爱甲伊叫做教会公布。教会公布头一份出来，毋是叫做教会公布，叫做虎声报，虎声报。报到伫日本离开了，咱国民党的政府来，咱就恢复。毋过恢复教会公布的时，已经逐个人读册、读汉字的哪来哪济，中文的哪来哪济，无人要搁再学罗马字，真可惜，就改做用罗马字。其实教会公布真重要，若是会当咱的教会会当甲教会公布讨搁较济分。互逐个人来客，毋免钱啊！你敢讨，伊就送你。这是教会公布。
咱若看教会公布，地当了解，毋是干得了解咱长老教会消息，咱会当通过教会公布了解国外教会真侪消息动态。比如讲，即期的教会公布就有写着什么？写着美国的长老教会总会通过禁止将教会钱摕去投资伫任何以色列的企业，因为以色列人在欺负巴勒斯坦的人，甚至美国长老教会上新的美国长老教会通过，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就是巴勒斯坦的人，在进行种族灭亡的手段，种族灭亡这个是灭绝的手段。迄个战争是这种的战争，袂使支持任何以色列的企业。这是美国长老教会通过的一个案。咱后底看教会公布，你就知影，有一种教会，咱台湾嘛有叫做圣公会，敢捌听过？圣公会捌听过？举手看看。你知影圣公会是啥物教会？是英国的国教 （Anglican Church），迄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目前拄着一个真严肃的问题。500多年来，因头一遍设立一个查某会做主教，查某会做康特培里大主教，这是因足着惊的一件代志。确实是因开会表决通过，甲伊封立做大主教。毋但呢，英国的国教伫几年前佮通过一个议案，接纳同志正做牧师，同志正做牧师，至到有真侪保守派的人动拢袂调，有分裂的现象出现。这就互我想起加拿大联合教会1980年记号条1980年。到伫1990年，用10年的时间去讨论一个议案，要接纳同志正做牧师无？同志正做牧师无？然后因决定通过，用10年的时间，互教会去讨论，一个通过了。其实这个议案一个提出来。加拿大长老教会有一部分就退出联合教会，因无爱加入，因感觉接纳同志，迄是毋对，有介趣味然后再看教会公布，2年前加拿大长老教会退出联合教会，遮个长老教会。伫2年前通过一个议案，接纳同志正做牧师。再来，咱长老教会原来教会伫倒位？咱的母会对倒来？对苏格兰。苏格兰伫去年，苏格兰长老教会，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去年通过，同志会当正做牧师。咱知同志的议题是哪来哪普遍，知影同志，咱再来想看下，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对一间教会已经设立一个同志做牧师，公开设立的。伫信徒大会要开会表决进前，这个牧师候选人先介绍伊的谈判，互逐个人熟悉。后来会友投票92%同意接纳伊，成做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头一个同志牧师，敢知影什么人？
对即间教会有人知无？毋知？固定7星中会固定迄个苦牧师查某的牧师，伊就是同志。大家拢知因牧师娘就是同志，就是苦天贤牧师的查某囝吼。这咱了看，这拢是一个世界规个潮流的演变，思想的演变。这咱得爱看教会公布，所以咱台湾人上介无好的即件代志，敢伫关心家己，袂想去关心国际事务，会关心国际事务，敢伫关心讲股票起起落落啦，经济发展无，毋通去想这得爱加减看是啥物代志，甲咱的生活会有真大的影响，甲真大的演变。经济趁钱，毋是咱生存的基本要件，这个真重要，非常重要。这咱拢得爱看教会公布，会当了解国内外教会的动态甲消息，嘛会当了解，安尼咱的教会伫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咱要安怎去回应即个世界的转变？文字是句句长长，咱大家应该知影，有一本册留到今仔日是全世界翻译上侪版本的，安尼是对一本。嘛，因为圣经，咱才知影上帝在甲咱讲什么话。嘛，因为圣经，咱才知影耶稣为着咱定死心的。若无读圣经的教会，迄就真正难。所以咱要聘牧师，咱应该得爱甲迄个牧师讲，咱若有找着牧师，讲阮要读圣经，阮聘你来，毋茫你带阮读圣经。迄个牧师若讲无爱，你定讲歹势，安尼阮换人。咱长老教会创设者约翰加尔文就是安尼讲，教会起造伫圣经的基础的顶面，所以若无圣经的话，阮做传道者，恁若拢无爱读圣经，阮做传道者实在是好命，真好命，因为阮黑白讲，恁得黑白听。恁若认真读圣经，阮就无拄真好过，因为圣经会出现真侪什么，真侪问题。得爱问牧师，圣经有问题问牧师，牧师定毋知影要安怎应答即个问题，因为真歹。圣经的时代离开紧，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时间。咱规本圣经最后定现是伫主后150年，主后150年离开紧，已经超过2000年。2000年前的人伫想法，到今仔日演变真大，所以要安怎去了解圣经，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咱来通过圣经，才知影咱在了解圣经对毋对，要安怎去解说，这个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毋茫咱通过这个文字时间，今仔日咱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地咱会当为着教会公布，也会当生存落去这个时间来奉献。毋但安尼，咱知影，咱今仔周报拢有业一张，逐礼拜拢会业的。迄就是教会公布出的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叫更新。逐个人咱准较爱看更新，其实应该搁较爱看教会公布才是正确的。咱做伙来祈祷。
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伫遮用诗歌应答你竞选的听，用圣经的话愿三甲底学习认办。愿你的神开阮的心门，互阮通过圣经的话来知上帝你爱阮做的代志。感谢你的听，通靠耶稣的名，阿免。咱知四本福音书，上早编写出来就是马可福音书。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咱嘛会当安尼了解原来圣经，譬如讲新约是希腊文写，旧约是希伯来文写，伊无得分第几章、第几节无？有第几章、第几节，这是圣经的编者。在编的时阵，这个教父早期的教父，为着要帮助咱较容易记好条，较知影对一本第几章、第几节，所以伊甲编入去。编入去有当时无拄拄编了会真顺序，也是讲真好势，有时阵看法就会无共。搁一项地福音书，伊有一个共同基本的册，伫早期的教会，这本的册，咱甲伊号名叫做原典，第原典。这个原典的册已经失了，确实伫早期的教会流行真普遍。马可福音书做底大成编写，后来马太、路加。拢有应用着马可福音书这本册的资料，甚至规个抄过去毋过有的编者，譬如讲马太福音书的编者，伊无拄拄趣味咱今仔日伫读的这段12章41节到44节，所以伫马可福音书无甲伊收入来，或者是讲无去注意着。确实路加有安尼，马可的特别就是伫13章的第一节，咱圣经订起来看卖。马可13章的第一节，伊咧寄一句话，讲什么？讲因对倒位出来，对圣殿出来，因为对圣殿出来，就互即个12章41节到44节，因伫圣殿迄个。库房的所在，看奉献的代志就结连起来。这是马可编辑上，因为这句话特别的所在。确实路加敢若写，路加有写，确实路加写12章41节，甲这个13章对圣殿出来，这当作两件代志在看。马太无写耶稣带学生伫圣殿看人奉献的代志，却是有写人在问讲圣殿遐尔的水的一个背景安尼咱就会当看出逐个编者编写福音书的时，拢有伊无共款的看法。伫咱要理解41节到44节进前，咱嘛会当先看卖，就是伫倒位咱注意看38节到40节。38节到40节，马可福音书的作者有描写耶稣对什么种人总有意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相当有意见。特别咱若注意来看39节，39节伊讲，这宗教领袖伫经学士，因真爱什么，坐伫什么会，坐伫会堂内底特别的座位，也真爱人甲因请安。会堂的特别的位，就是要互遐个有无同款身份的人。咱的教会较袂安尼，确实咱的教会若拄着壮士拢会真奇怪，定会留一寡位叫做贵宾席，我拢感觉介奇怪。
所以我伫顶幕会中间，我拢甲我的会友讲，踏入敬拜上帝礼拜堂，宾前富贵拢共款，拢毋免贵宾，逐个拢总是贵宾。我伫主持总是拢定拄着即种什物立法委员什物种人，入来头一句话拢会问招待贵宾席伫倒。阮的长老拢知会甲因讲，空位拢是留互贵宾坐。你看遮个经学教师，遮个经学师，因来坐迄个特别的位，互知影伊的身份真无共款。我有一遍伫主持平林岭的告别纪念礼拜的时阵，我就看到王爷、马爷一个一直来，当然蔡英文总统要送典啊，包养令予伊的家属，所以伊袂坐，伊一个来，就是讲话主持了，伊就走。剩的就真侪王爷会来。毋过因拢真客气，特别是今仔日的总统赖清德，伊一个入来，大家叫伊来头前坐。伊开始是讲毋免，伊迄阵做副总统，伊开始是讲毋免，伊要坐一个空位就好。不，阮嘛是甲讲，你上好坐在头前，安尼哦，较好啦吼，较安全，是安尼甲伊讲。譬是我伫东门的时阵，咧张俊雄做行政院长，是讲迄个，还佫有一个做总统府秘书长，捌做过咱的中央银行副总裁，这做单，忽然间名讲袂出，我若老。因来是拢坐伫个礼拜堂上后面的所在，礼拜堂上后面一排。礼拜了，因拢会先离开，先离开。伊讲无爱共搅扰，先离开。这拢是啥物？这拢是一个家己知影来到敬拜上帝所在，无迄个贵宾。咱若伫看即段经文，特别是40节。你会看到马可福音书的作者足受气，伫骂什么？骂遮的宗教领袖讲什么？讲因用真长的祈祷，伫暗藏什么物件？因将酒馆负责人的钱甲伊骗去，骗酒馆负责人的钱，这是真严重的。然后41节，咱读到就讲，耶稣坐伫圣殿的库房的对面，看逐个人伫奉献。咱的教会袂歹，拢用现金袋传互大家奉献。我细汉的时阵的教会，我细汉的教会是高雄府城伫左营的所在。现金首饰放伫即个头前，拄即个圣餐桌头前食。即马牧师讲道了要奉献，逐个排列来遮奉献。牧师坐在顶面，拢知影新人无来奉献。这安尼袂歹，我感觉安尼袂歹，知影新人无来奉献，来排列。我拢走头一个，我得走头一个。走头一个，迄阵哦。阮老母拢会互阮一角银，迄阵一角的是重的，我拢会摕咧，涂骹磨咧，互伊金，我拢排头一个，落了就哭一个一声。这真趣味哦！我到这了记条条，后来毋知安怎，哪会改做现金袋逐个摕，所以会当解困嘛，藏大只。像牧师坐大只，我得注意上，看什么人无来奉献。这是咱早期的教会，你若注意来看。过耶稣是安怎会带学生调工去坐大库房？库房就是咱知影，伫换财务的叫做私库，库房就是伫奉献钱的所在，即个叫库房。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请注意，正门叫做东门，
正门入去，正门入去，正门要入去遐，就有一丛真大丛金的葡萄树，金的纯金的葡萄树，入去就是什么？富人人院，富人人在住这个所在。这个富人人院呢，有摆13卡的奉献箱，每一卡奉献箱拢是每一个支派代表每一个支派，所以迄卡奉献箱每一个支派会派出上高级的工艺手去家己做迄卡奉献箱。因为大家看到奉献箱，就知影迄个代表对一个支派，所以迄是有代表性，爱能出上高级的工艺手去做迄个奉献箱。12个支派12卡，13卡是专门为着祭司来做的奉献箱，所以祭司嘛派雕刻的人去做即个奉献箱。搁一人富人人院搁入去，就是查甫人院，查甫人院富人人袂使去。查甫人院搁再入去祭司院，祭司院搁再就敢若祭司会当到，祭司搁再入去上内面叫做啥？至圣所，遐就有放约柜伫迄个所在。至圣所是轮一抽签抽到的大祭司，才会使入去伫迄个至圣所的所在。安尼，咱就会当看出这是圣殿设计的一个方式。啊，是安怎耶稣会带人去遐伫看奉献哦？安尼，咱就会当通知影，圣经新约的时代。要奉献钱，要奉献钱伫圣殿的内面，敢若会当用圣殿所发的钱，这就是有人去问耶稣，讲阮敢得爱纳税，互什么人？互罗马皇帝阿无？耶稣甲问的人讲什么？讲你的手有迄个纳税的钱阿无？其实，逐个身躯拢有纳税的钱。所谓纳税的钱，就是你的身躯顶有通行得用的普通时得用的金钱啊无。伫罗马帝国统治的下面，逐个人身躯顶拢有啥物钱？罗马帝国发行的钱，因为敢若罗马帝国发行的钱，你伫街路商店才会当用到。我毋知咱淡水若摕美金会当用无，还是得爱摕。咱过去拢讲台湾的钱叫做啥？孙中山哦，拢会问讲你身躯有孙中山无？就是新台票。不过咱即马较袂讲孙中山，咱即马会讲1000块叫做4个小朋友，即马过过可能会改做大朋友。咱若要看这拢是时代变迁的语言，所以耶稣当问讲：你有得通用的钱啊无？伊讲有刻出来，伊当问讲这是什么像？伊讲该撒的像，耶稣就应一句什么话？该撒的钱互该撒，过来呢，要互上帝的钱献互上帝，是安怎会安尼？咱若搁注意看，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头一人顺一日了，假日去圣殿的时，就伫迄个圣殿外面有一个围墙，即个围墙的内面拢叫做圣殿，围墙的内面拢叫圣殿。若圣殿叫内院，外院就是围墙外面即个空地的所在。遐拢有得摆换钱的，得换钱，所以耶稣会将遐拢家车互伊倒，得卖鸟仔，得卖羊仔，遮个担拢家车互伊倒，就是啥物？要互遮个对身躯无耶路撒冷圣殿的钱的人，
会当去遐换钱，去遐换钱，因为圣殿敢若收什么圣殿发的钱，伊无要收任何其他的地方所发的钱，因为罗马发的钱内底有罗马皇帝上，毋但有罗马皇帝上，另外一面佫会写一排字，奥库斯都是罗马人看做上伟大的一个皇帝，后面有一排字，嘛是伫纪念奥库斯都的老母，伊会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老母的名，神圣罗马帝国，敢若这神圣2字，因感觉这袂堪得起来伫圣殿奉献。因为圣殿的上帝是神圣，是唯一的，无其他人会当代替。因为这个缘故，圣殿拒绝收任何对外国客倒来的钱，敢若会当用圣殿发行的钱。搁一人即摆的过去的圣殿，过去的时代。迄个钱甲今仔日无共款，咱今仔日有当时啊，敢若用一张信用卡，我毋知咱淡水教会有伫用信用卡刷卡奉献啊无？啊，若伫美国已经有啊，上普遍的大概拢用支票，拢会写支票当做现金。我去英国读册时，因为我去的时间真短啊，所以我拢无。我嘛袂晓用英国的支票，我拢用现金，所以逐遍去礼拜，因的旁盘啊，佫毋是用袋啊，用旁盘啊，出来逐个拢看会到你现偌济，我拢看因拢现啥现支票，敢若我拢摕现金哦，一磅的现金，或者2磅的现金啊，囥落拢看会到，迄是我伫读册伫英国的时，真趣味的经验。耶路撒冷的圣殿，迄个时阵的钱拢是金属，所以是金银铜，用称铜得来算。啊，因为是金银铜，所以伫做迄个奉献箱就真无共款。逐个人伫雕刻的时，拢要表现因的技艺真水，所以咧奉献箱是弯弯翘翘的。过来是迄个报甲交无共款，啊钱若落咧地带啊踅来踅去，轻轻空空，叮叮咚咚，啊了就嘣，因为这个缘故，真侪人真爱去看人奉献，因为看奉献就亲像看朱宗庆的大集乐，去咧听，啊过来有13卡，所以哦。有钱人啊，这就是耶稣伫讲的，讲看到真侪有钱人摕钱去奉献，咱也注意来看，伊伫遮伫写的，就是讲有真侪有钱人摕钱去奉献。啊，因为是金属的，所以钱重，啊钱重有当时啊。好野人伊袂家己赶遐个钱真重，所以会叫罗卜赶。啊，然后甲罗卜讲，即个箱啊落两块金，即个落3块，迄个落5块，啊像啊落咧呢，逐骹拢落哦。迄听起来哦，真正比朱宗庆的大曲的搁较好听。因为逐支讲拢无共款，啊声的回声就轻轻空空、叮叮咚咚、咚咚，足好听，足好听。愈愈确定会当大看看，迄种的声走出来，叮叮咚咚，哇，真好听。啊，逐个都哇塞，天顶的天使金丝嘛，不过是安尼。啊，所以好野人听到人在学了，迄个心就会安怎？你来看，天使嘛，不过是安尼来的，欢喜甲巴掌，大家在倒水，所以特别耶稣去到圣殿的所在，这个
11章写讲伊入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咱咧读的到13章，这已经是伫耶路撒冷的中间。这个时阵，人足侪是咧过搬过节，千千万万的人搬过。普通时的耶路撒冷大概5万人，到伫搬过节大概50万，足侪人转去奉献，所以逐个人真爱去圣殿坐倒遐看，看倒位转来奉献较济。咱若来做一卡即个奉献箱，搁要求张到大门口设迄个换50块的、10块的、5块的来奉献，我想一定足趣味。但是普通时有真侪人去圣殿负责人院，目的干那一人要听啥？听奉献的声。耶稣带学生去看，咱即马注意看42节。伊讲后来有一个什么种人来，什么种人嘛来奉献？你若讲长官负责人毋对，你爱搁加一字，送香的长官负责人。是安怎爱强调送香的长官负责人？若讲送香的长官负责人，就是咧表示什么？即个负责人无生囝。以色列人摩西律法就是安尼规定，负责人若无生囝，袂当继承财产。安尼，咱咧读圣经会读到一个真出名，有一本真宝的圣经，真出名的故事，叫做什么话？路得记，会记得无？路得记就是咧描写大家新妇拢酒馆。大家新妇拢酒馆，生活就真困难。所以，即个大家哪学美，得想尽办法，要甲路得搭嫁互出去。路得会当嫁出去，伊若生囝，才会当继承财产。这是摩西律法一个真重要的规定。你讲兄弟若过身，兄弟的某无生囝，你做兄弟的人有义务责任，带你兄弟的某过门，干那目的要做一件工课，替你的兄弟生囝，伊才会当继承土地，会当继承土地，土地会当种植，你得免正做送香去当分者来过日。安尼，这嘛是摩西的律法内底一个真重要的规定，讲大家关心什么种人，长官负责人的一个背景嘛，甲这是有关系。所以咱会当看出42节特别交代，讲什么种人来，有一个送香的长官负责人，伊奉献偌济，2个半厘，2个半厘。2个半厘差不多是咱真会当安尼讲，2个5块的。因为真细、真轻，落来直接就落到伫奉献箱的下面。因为是2个半厘，头前的好野人在奉献的声，还搁在哭哭说，得落来，所以无人听到伊的声。但咱咧看，逐个在学了有钱人的时阵，咱若看43节，耶稣就甲伊的学生叫过来，甲伊讲啥？即个送香的长官负责人的奉献比什么人较济？比遮个好野人献的较济。因为好野人是摕有剩的来奉献，即个长官负责人的2个半厘，伊通讲是啥物？人互伊的卖随村的，或者伊去卖，伊去人的果子园扣的果子，或者是伊的亲人，互伊的生活费用，伊家欠起来，欠长内都所有的钱摕出来奉献，拄拄是这2个半厘。所以耶稣讲什么？讲伊已经真善，还佫伊奉献伊全部所有的。
然后接落咱咧看13章的第1节讲什么？讲因拄拄对圣殿出来，学生已经袂记得耶稣伫圣殿内面甲讲的话，因犹原咧看啥？看个水阁大的物件。有学生挖头，咧甲耶稣讲：先生，你看，遮尔的水的石头。咱要去过耶路撒冷的人举手看啊！咱中间有人去过耶路撒冷？有。啊，你去过耶路撒冷，你有去看到迄片壁，村的迄片壁，迄就是西方的树，叫做西树。啊，毋过因为犹太人真爱哭，拢去遐哭，所以就咱家伊号名叫哭树。啊，你若搁注意迄个靠墙的壁，才剩4、5层宽，是当时无拆掉。啊，这就是第2节耶稣在讲，恁咧看这水的石头，有一日无有一块石头会连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面。这是因为主后70年，犹太人定叛乱，咱若去读。《使徒行传》第5章就会读到，定有犹太人的叛乱，所以罗马皇帝作受气，就命令提多将军带兵入去拍犹太人，干脆将耶路撒冷给毁掉。咱常知影头一间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所罗门所起的，所罗门起圣殿起7年半，后来因倒转来，因受了去巴比伦做奴隶，536年对巴比伦讨棒倒转来，波斯的皇帝有交代，转去爱起圣殿，因为波斯的皇帝认为犹太人若是有圣殿。因为宗教信仰会结连，宗教信仰会结连，治安就会好势，毋免费真济即种集中营所需要的费用、安全的费用。佮毋但呢，将巴比伦对圣殿伫遐摕去5400件圣殿得敬拜用的物件，全部拢行因，啊叫因摕转去重建圣殿。所以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是对巴比伦转来，这犹太人家己起的圣殿，啊，这是伫主前第6世纪到伫第5世纪的尾期，拢总起46年久的时间，因完成这个圣殿规个全部的重建，然后伫主前14年，大希律统治巴勒斯坦的大希律，带犹太人的查某囡仔做某，带一个祭司的查某囝做某，伊为着要表明伊疼犹太人，所以伊用5栋的黄金，伫礼拜堂圣殿的正门的门口。来雕刻一丛什么？一丛葡萄树，放伫迄个门的门口的所在。啊，因为是黄金，所以日头若照咧，东远的日头起来，拄啊照着迄丛葡萄树，葡萄树的反光，迄个黄金的反光，逐个目睭天袂开，就头壳咧咧安尼入去，所以看起来真谦卑。啊，咱若读路加福音书，就会读到什么？有学生甲伊讲，看遮尔的水的砖滩，遮尔的水的石头。啊，咱今仔日看的这片靠墙，已经毋是安尼，是伫咧大块石头拆无掉，剩的5、6地顶面拢真细地的石头。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部队统治巴勒斯坦的时阵，带英国的兵去包围起来，带犹太人
雕刻镜头重新甲塔起哩，因为隔壁地是拢伊斯兰教统治占领的所在是约旦占领的所在，所以伊斯兰教的人定去遐欺负遮个犹太人。啊，耶稣讲啥？恁咧看即个物件，这真紧就会安怎会倒坏？你遐伫之外，咱咧读即段圣经，但其实得当安尼家理解。真水的建筑物内底有真崇香的人，逐个人拢无在注意到迄真崇香的长官负责。逐个人刚在看圣殿真水，奉献真侪钱的人，逐个在家学乐。这嘛是咱今仔日的教会来真认真去思想甲反省的代志。我知影咱教会有一个真好野的人，替咱起一间教育馆。我嘛知影，若有人起来访问，咱拢真爱介绍迄间教育馆。但是咱的教会应该爱去反省，伫咱的四周围有甚物种人伫地？我来问一人第二，咱母亲节要有在送物件无？有，啊，所以母亲节若有送物件，爸爸节有在送无？有，啊，搁来呢，重阳节有无？有，啊，你敢有欠迄个物件？啊，咱是送物件，是送礼券，送礼券，因为毋知影要买什么物件，买即项奉献，买迄项奉献，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你无欠亏，啊，你若无欠亏，还得摕，啊，是长老家己出的钱，也是教会经常费，是教会经常费，啊，教会经常费是谁出的？啊，咱逐个奉献，啊，奉献了，搁家己摕倒转来。咱确定得金奉献的死的讲啥？要做福音的事工，对无？啊，但摕倒转来叫做福音。咱敢袂当将迄个钱家己捡起来？教会有宣教编，迄个钱家己捡起来，咱摕来创啥物？摕来帮助遐欠缺需要的人。你会当去网甲、万华。你看到一个专门在照顾家友的人，在训练因安怎共洗涂骹、洗电所、洗学校的墙仔壁，会叫林立清，伊就写一本册叫做《做工的人》，落尾搁拍做电影。咱会当将即种的钱摕去帮助因，帮助因就帮助。咱得看过受伤艰苦的人，因为遮个人是家友。咱最近有一片电影，我毋知恁有去看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会得介绍华联玉里有一个老一红神父的故事，有去看过举手看卖，真少，恁应该去看，恁无去看会冤枉。啊，无就请长老去包起，规个会友带去看。咱咧看遮个法国来宣教师，伫照顾家友，照顾去遮，佮照顾遮个身躯有各样精神无稳定的人，来收留来伫教会，毋当收留，无通食的，任何人拢会使来。咱会当将这个母亲节、爸爸节、重阳节这种的费用，家己欠开来做这种的帮助，就有互咱真水的教育馆、真水的礼拜堂，咱有记条这个送乡艰苦的人，这才是耶稣要提供咱去反省的一个信仰功课。上帝听小咱同心来祈祷，祝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机会甲你分享圣经的话，愿你听小祝福，
互阮对圣经的话来得到帮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